喺你的力量以及如何運作呢一本著作入面提到，在逆境中最黑暗的夜晚，要如同在成功時期最晴朗的白天一樣，決心保持堅強、堅決同充滿熱忱。當事情看似令人失望時，不要覺得失望，不管境遇、條件或事情為何，定眼在同一個光明的未來上。當事情出錯時，不要灰心喪氣，讓你原來的決心持續不受干擾，好讓所有的事情可以順利。不如意時，絕不軟弱的人會變得越來越強，直到所有的事都為他歡欣喜悅。最後，他將擁有自己渴望或需要的所有力量，一直保持堅強，而你永遠會變得更堅強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